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佛法心靈輔導，幫你揾到出路。好多人都會問，究竟咩叫做佛法心靈輔導呢？佛法心靈輔導其實係以佛法為基礎嘅一種心理輔導，亦都係香港首創嘅輔導模式，係一個結合佛法智慧同埋心理輔導技巧嘅輔導取向。佛法係講求心嘅法門，心靈輔導就係重新發現人內在嘅潛能，促進個人嘅成長。佛法心靈輔導係依四聖體為基礎，緣起法為理念，等我哋從認識自己嘅心開始，然後學習點樣去調伏我哋自己嘅心啦，繼而可以從心結裏面去解脫出嚟，帶住安然面向人生嘅高低起伏。佛法心靈輔導嘅目標係希望能夠令到我哋嘅來訪者感受痛苦嘅心，透過靜心嘅練習啦、佛法智慧、輔導技巧等等，發展我哋來訪者嘅洞察力，從源頭咧去療癒痛苦嘅心，揾到內心嘅平靜，繼而能夠解決到問題。可以咁講，呢個係得到內心解脫嘅方式，或者稱為心嘅解脫。呢個就係佛法心靈輔導同一般輔導重要嘅分別。喺呢度我哋可以睇到佛法心靈輔導有兩個好重要嘅特色。第一就係幫助我哋嘅來訪者解脫，唔係解決。咩叫內心嘅解脫呢？就係令到我哋嘅來訪者去感受到痛苦嘅時候，唔會將問題咧歸咎於外在嘅環境，而係從我哋嘅源頭開始，點樣去將我哋內心嘅執着而去解脫出嚟。換言之，解決就係指外在嘅環境或者個人嘅層面去解決問題，而解脫咧就係真正能夠放下心嘅執着。第二個特色就係心嘅解脫。簡單嚟講，就係要求自己改變，唔係去改變其他人。佛法心靈輔導切入點咧，就係去改變自己，唔係去改變個環境。既然痛苦係嚟自我哋內心嘅執着，呢一個執着一日未發現咧，佢都唔會作改變。咁所以，縱使我哋用控制外在嘅條件嘅方式，都係能夠得到暫時嘅舒緩。如果類似嘅情景出現嘅時候咧，痛苦咧都會依然再出現，而且嗰啲伴隨執着而產生嘅偏見啦、誤解、習慣等等，好多時候都變成自然嘅反應。呢啲自然反應嘅模式咧，當我哋面對壓力嘅時候咧，佢就會隨時咧出動，好難避免咧痛苦唔會再出現。所以我哋應該係從自己改變開始，揾出執着嘅地方而作出轉化，呢個就係心嘅解脫。以上嘅輔導方向都係以佛法智慧為基礎所建立起嚟嘅。例如我哋希望能夠幫助來訪者去認識苦嘅本質、緣起嘅法則啦、五蘊啦、無常無我等等。我哋希望透過佛法嘅智慧去幫助我哋嘅來訪者去除煩惱，重新去體會生命嘅整體定位同埋方向，希望能夠做到離苦得樂。而喺過程裏面，我哋嘅輔導員會係以一個開放同理嘅心，用同行者嘅角色陪伴來訪者一起走進呢一條深入探索內心之路，而開展一個平和、充實而有意義嘅人生。多謝大家收睇。